新年的户外实景节目，山呐、河巴、太海都是人的好搞，大家跳下来去各地探险，体验真正的快乐。也归出太到台湾本岛，还会去到离岛接受各种的挑战哦。有的任务爱自家来完成，有的任务就要同朋友共下合作了。在竞争同合作当中，考验大家的耐力、体力同智慧。来，共下来去搞哦！好头新八样中耶！上一期澎湖比赛期的阿皮县木做名单起名海洋生物，贵的羊都进来，对大苞米一下会变到大头名。韩国阿小贤、阿玉心、阿一乐都是第一名，阿顺利、阿皮姨爱个加油了。马祖一片的盛宴是乡下去有名的北海航土太汉点，挑战饮食方向的任务。大家嘅比数一切都当有帮水，也下签时是阿正义、阿宝玉、阿金乐两线。土里岛的任务有当多种，挑战每件来件精彩同神奇了。也是先来看那马祖的挑战。我在收拾东西，因为今天是在南竿这个民宿的最后一晚。今晡日我去另外2個隧道，唔知我有乜嘅任務，也要聽要緊做。香港今晡日我去一隻有動到梅花鹿嘅小島嘅崖洞期待。超花了！馬祖有4場唔到，我希望做得全部行過100。今晡日土地馬沙做得落總決賽咧，太緊張了。那一拜來馬祖，最希望嘅就會看到搶木子，但係4月開始就係搶木子嘅季節，唔知有機會看到冇？如果看到就揾來撈木子啦。快看到梅花鹿咧，唔知梅花鹿家己是乜嘅東西咧？今晡日也到盛宴離開嘅南竿，愛去馬祖嘅南外嘅隧道。有想看啊，等一下嘅梅花鹿冇啊？冇問題，來太丘島就錯嘅。也特別有100隻本人野風復育嘅梅花鹿，也到當建設咯，搶好實實的一。今晡日嘅任務愛考驗大家識動物同動物互動嘅智慧哦。大家愛做動物入樣時，翕出梅花鹿等一下嘅樣嘅。動物入樣時，大家愛想辦法同梅花鹿有好嘅互動，翕出同樣本相片、同樣嘅相片。愛注意愛尋到同樣嘅背景同樣嘅哦。各種相片得嚟到1分。要發照片上面有5張照片，你們要照着上面的樣子去拍。第一個是鹿的大頭照。露露，你們等一下餵鹿的時候，回眸一下啊！救命！那邊，好了，我們現在準備哦。用什麼方法達成任務？我等一下先拍鹿的大頭照。大頭照最簡單。來，露露來，來，你拿着餵它，你拿着餵它，你拿着。搶翕頭拿真簡單，只要起好角度，行檢記下到，就翕得到清等一下嘅相片咧。拍鹿頭。然後你拍我來。慢慢吃，你壞壞哦。他把梗還沒有拍完。當好，亞國圖上正確，王翠得到第1分，嘅風吹是呢。這張給他，這張給他。來，你手這張給他吃，這張給他吃。風吹嘅相片翕到當圈，感受得到佢到同鹿嘅動情呢。帶他往那邊走，帶他往那邊走。
回眸下，回眸下。我翕出滑頭看內容嘅，為技術嘅角度係重點哦。我錄嘅滑頭，同時要翕得到其滑頭嘅同分件，我當有耐心同專心，來看下兩水係樣嘅來翕嘅呢。站好，立正，轉頭。嘿，阿志怡，你嘅指令錄嘅咁長嘅事。轉頭看那裡，看那裡，不是看我，是看那裡。剛剛本來是想要拿桑葉引它，然後它有時候就是不聽話，然後一直要來搶吃，然後我就想說可以順便跟他講話一下，看他會不會剛好就突然給他個聽個懂。聽話，真的。哎，阿健樂用健康都好笨呢。不是能吃的。他們有時候會撞來撞去，他會就是用到我，有點害怕。回眸一笑，現在需要回眸一笑。風吹上來會順勢翕到相片冇呢？行係先嚟看下風吹嘅表現啦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就是他身體跟頭要不同方向。Hello， 這是沒有吧 ？Hello， 這沒有吧？阿爸要當新聞上錄嘅滑頭，當大宋曾經頭一擺冇翕到，好得佢冇放棄，繼續上錄嘅，總算翕到錄嘅滑頭嘅樣嘅。有，我看對，回眸一笑，很可愛，回眸一下超可愛的，超可愛的，就是可以一窺梅花鹿風采，就是覺得它那個鹿角超高的，就是覺得很優雅。我們要去那邊找景。總覺得前面會有什麼讓我們很驚喜的東東。我們現在已經有2分了嘛，對不對？嘿，做這件事就是要有耐心。你們看地上都有一大堆鹿大便，好多，表示我聽到前面有人的聲音出現，表示遊客在那邊。聽話哦，轉過去，看這邊，身體不能動，身體不能動，身體不能動。手機那邊，你不是那一個。那一邊，看那裡，看那裡，對，很好。風吹美麗鬼班主編阿志已經用雙的葉相機，韓國阿葉玲親面個驚喜，總算完成任務。這邊來這邊，站在這裡，拿走。過來，露露來，還要。沙丁係吹友同3隻鹿嘅強下翕相。風吹也未去到體驗的啦。不過，可惜要強下翕相算係過關。前面2張相片愛情到強樣嘅背景，一片山同海嘅景色，還有涼亭，應該係套哥哥嘅素材。係講技術流到講係順好，係天出前到嘅，想要完成任務就愛卡3萬多嘅。不好意思，請問前面有這個景嗎？有這個涼亭嗎？哦，好，對，謝謝。對嘛，就說，對啊，你還一直叫我們回去。哦，越來越像。我確定。哎，那邊啦，真的找到了景，但是沒有路，找找看吧。涼亭、草坪、大海，還有對面嘅島，冇唔錯，就係呀。不過又冇看到鹿嘅呢。怪我自己。陳軍說的沒錯，沒有路啊，沒有路要怎麼拍？這個景，可是我們沒有，裡面沒有路。原來佢們一天時當熱，梅花鹿都扣起來耶。冇要緊，是愛翕到正確嘅背景，還係有2.5分呢。太後任務成功，2組成員都得到4分。沙丁誒老鏡頭帶到澎湖，佢們以澎湖吹嘅成員總算來到誒講嘅海選。日本人愛選出前3名，參加決賽5點競爭。3眼嘅英語捱都唔強，盡量嚟挑戰捱。日本人係澎湖嘅最後一枚，捱有1.5分的。澎湖嘅海洋安靜，希望大家停下來保護一片海洋。我希望吐納一家人來澎湖搞。
今日含有1年的比赛，係對於自家有信心，係一定會拿到決賽資格，加油！我都害怕。看起來大家都知道天差不一樣，不過今日的任務是有點會困難哦。好，那在滑的過程呢，我們要怎麼滑？來看一下哦。我們把水在這邊，我們把槳葉整個插到水裡面去。好，我們往前伸哦，伸到前面，插到水裡面去，拉回來。到左槳的時候，我們就用右手把這個槳葉轉正，再滑回來。做水上運動安全係一定重要的，大家是要好好學習。大家都練到差唔多誒，好了，一下就開始來正式比賽哦。海上3項，今日要挑戰獨木船、風浪板還有溜水。獨木船係團體分，2-3人一組，照速度分3到1分。溜水係幾人分，順序完成就得嚟到2分。風浪板係幾人分，順序通過就得到1分。請夾到嘅再各加2分。哦，一個獨木船嘅比賽剛開始，阿小賢同阿皮賢認真當鬥達，就比人外兩嘴加動作。比較下來，人外兩嘴拍獎擺嘢嘅動作，看起來就無一整齊。愛加個看啊，用嘅就會下夾線啊。萝莉他们本来要去撞那个小萝莉他们，结果他们没办法控制方向，结果就一直狂撞我们。阿小賢同阿皮賢先通過愛多進來一點，人外兩嘴未開始第愛用嘅爬障順了。我們已經讓他們先，我們滑另外一邊，讓兩邊都可以過嘛。結果我們到那個浮板那裡，結果他們又再次撞我們，真的。加油，最後衝刺啊！快到！恭喜阿皮賢、阿小賢親先通過終點，得到3分。人外兩嘴要加油哦！恭喜阿友心、阿姨老得到第1名，得2分。前面都進來嘅阿勝利、阿皮得1分。為什麼你們要撞我們？一開始的時候，控制方向要控制不好。然後我們就一直要轉彎，一直要轉彎，然後轉到一半，然後又會撞到。然後我們都一直，然後一直撞。因為我的超能轉，我一直全身都紅掉，全身都濕掉。可以重新再來一次，我也想再玩一次，拼一拼，認真一點。然後就比他們強。抓好，對。然後手不要往後躺哦，用力輕輕的，它這樣起來會有一點動力，要稍微把它頂一下。小蘿莉加油！小蘿莉加油！小蘿莉加油！對，踩住哦，對哦，棒棒的，哦，就是這樣哈。剛剛小學第一個出去的時候，然後一個轉完，他就整個摔下去，然後摔下去，因為我會很怕，不管有沒有穿那個
救生衣那些，因为我脚就是不敢离开地板上，离开地板上我就没有就不安心，就怕会跌下去。流水是种困难的挑战，像是爱对冰的风起来就冇按过，也下令到阿皮耶，地点的时间就发现佢冻江水，阿皮会挑战成功冇啊！感觉不会很可怕，沉到水里也不会怎么样，因为有救生衣可以把你扶起来，所以所有都很安全，所以我不会怕。很舒服，风这样子吹过来，然后我这样子飘出去的感觉很大。滑水很好玩，很刺激，然后都没有摔倒。新的事物我其实不会怕，我很勇于的去学习。我很喜欢在水上运动，就让我感觉很兴奋，而且其实水上运动我还蛮擅长的。恭喜阿小贤、阿皮贤、阿玉心、阿顺利都顺时溜铁得到2分，阿一乐因为此的假摆张起起来，技术扣分得到1分。韩国阿皮动打上一切都动强，青迷唔敢去挑战。太可怕了，而且水太深了，我现在是垫脚接着走路。星星救我！青迷系风浪板的任务，风浪板的动力系用碰同风，是爱点用的操控碰，就做得体验风浪板的快感。今天我们要玩的这是风浪板，那船头的地方我们代表是你前进的地方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对，因为我们风浪板不能后退，我们只进不退。我们踩上来之后呢，我们的脚差不多踩在风浪板中间的这个地方。好，那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是这个叫做起帆绳。哦，所以我们要做的动作是拿着它从尾竿的这一端带一些起来，哦，那它的海水就会往旁边流出去。啊，好像有点难，又不会太难。哦，有一点像因为有些需要有点技巧，然后呢，只要一个疏失，你就可能摔下去。3个动作往3个方向去，看一下哦。我拉起来之后呢，往前推，这个就是动作1。OK 哈，它会去哪里呢？去下风处。那把它带回你的面前，在这里。好，这一颗的位置差不多在你的肩膀。这个是动作2。OK 吗？哦，动作2，跑直线，直直的就出去了。我怕水，我觉得有点困难，因为你要把你的那个身体往后，然后又怕你往后的时候会跌，就是整个摔下去，跌到水里面。那动作3呢？最轻松的，你就把它斜斜的摆在这里就好了。这个地方就是动作3。我觉得风浪板的秘诀在那个手和重心的控制，因为假如你手脚都要调好，就是下风处，还有直线走，还有上风处，然后还有转弯的时候，假如说你下风处一直下去的话，可能就飘不回来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玩风浪板，所以我非常的期待，希望等一下可以有好成绩。手伸直，脚踩好就好了。哦，对对对，人要站直哦，屁股不能站直，对，要把你的船头手放开，接手。我没有玩过风浪板，今天是第一次。
在转90度的时候，我觉得很难，因为你的身体要跟着动，然后你还要平衡，还要控制自己的手，不能拉回来，不然就会往后倒。大家练习过後，要開始準備比賽了。第一組係喺土木船比賽當中，同到特別阿小賢同阿皮賢上了2-3萬人會贏呢。開始，定住，往前推1。我之前没有玩过，今天是第一次玩风浪板。恭喜阿小賢先通過終點線得3分，阿皮賢得1分。第二組係阿一樂同阿玉心。这只手轻轻拉一下，这只手后面这只手轻轻拉一下，对，好看远方，看那个贼贼，对，好，再拉一下，后面那只手再拉一下，对。就是我站在上面的时候脚会抖，然后我本来跟罗地主说，我应该没有那么厉害，因为我的对手是一个让我很害怕的一个人，就是叶以乐。当我知道我超过叶以乐的时候，我超开心的。阿玉心操控到當好，得到3分。阿一樂就冇按順序嘅，走到終點線外冇得分。前面係阿皮同阿順利，家下冇參加練習嘅阿皮，也項比賽我堅持下希望啊！看前方，对，加油，加油，别抓着，再5秒，可以加油。怕得要命，太紧张了啦！怎么一直这样？加油加油！恭喜阿皮唔單槍，3萬克服會強嘅心理，還清閒通過終點得到3分。阿順利未表現到懵懵嘅，得到1分。我覺得我今天已經突破了自己，因為原本像在那個游泳池我已經不敢了，但是在這個那麼大的大海裡面，我還可以那麼就是還可以站上去玩。今日嘅比賽就喺跳落嘅氣氛當中結束嘅。經過也是被挑戰，澎湖出一節分游動顯明嘅變化。本來一出頭條前嘅阿一樂跌到嘅第4名了，阿小賢腳到嘅阿皮賢2-3人都係大頭名，阿玉心本hand到第3名。馬祖出嘅分數還係所長冇乜嘅，一下係阿正義、阿健樂、阿寶瑞簽時兩線，唔過另外3名成員還係有機會嘅哦。下2道嘅任務，馬祖出嘅成員要去到北港權白村，記得俾建設1等獎，係來馬祖聽錯要去嘅所在。韓國澎湖出嘅成員會到十里海灘來進行任務，乜人會得到結束嘅資格呢？按聽下來看。最好係倆哈哈口，哈口咧，我學會哈嘢，你講係冇錯，我學不會做過，哈口咧，我學會哈口咧，最好係倆哈哈口，哈口咧，我學會哈嘢，你講係冇錯，我學不會做過，哈口。